阅读过文章后，接着把文章中的客语独特字词圈出来，可以对照词汇本比较相似的易混淆的词汇来做延伸的学习。第一呢，俺们看到的词汇是熬满，这个熬满呢，其实有2个意思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意思呢，是相当、十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第一个例句：我老妹张读高中1年，英文就讲到熬满好呗。第二个例是乜嘢啊？加满字熬满腔，去年考到历史。今年又考到司法官。第3个例嘅客家师傅話，3種字畫一隻人頭，面子熬滿開。好，有個3個例嘅呢，講到嘅就會相當、十分。聽嘢哦，在這個熬滿有某相同嘅意思，這時候呢講的是蠻橫不講理。好，代表的客家詞彙呢，也有另外一個補充的。是放往跳。好，这个熬满代表蛮横不讲理的时候呢，我们看到的例句是：参详事情要讲道理，係熬满聽錯唔會有結果。接下來第2個詞彙，甚至以，一個詞彙嘅法語嘅意思就會甚至。好，一個例係乜嘅呀？佢唔但將罵人聽聽，甚至和同數大人。好，跟這個甚至呢，同義詞呢，還有另外一個罕尬，它的華語的意思呢是更甚至。呢一部分呢，阿明白美假心求，唔但失望，還隔地鬆下，動有人言。第3個詞彙。念時間，一個法語嘅意思就會講目前、現在。一個例係乜嘅呀？佢打官司，念時看到寒痛痛嘅，最尾運用嘅寒忙啲。第2個例係夾嘅片，念時間看來冇大勁，可能1-2日就會好嘅。好，沙雷同義詞有乜嘅呀？目前，也就是我們講的目前，你也有乜嘅？乃露台目前忙頭，有數十萬人好手機本機冇。第2個你也各從哦，要注意聽哦。台灣係目前全世界覆蓋種植面積、侵犯生產技術清好，果品品質。清淡嘅蔬菜，好，沙雷呢？現下咩講嘅乜嘅呀？目前你也有現下條件無限，唔會參詳乜嘅，等下爭過來。好，在閱讀文章時遇到困難的詞彙時，可以在哈克網中查詢，加強閱讀的深度。好，接下來我們要進入到第4個詞彙，這是一個比較難的哦。你光看字面上，你可能會不懂它是什麼意思。好，一個係乜嘅呀？叫急無影，叫急無影表示的是沒有時效的動作。所以我們看例句是什麼？貴州省唐記講安話，就像叫急無影嘅樣誒。好，那我們來補充一個與狗有關的歇後語的聯想。好，這個是不同意思的哦，很容易混淆的。好，一個例係乜嘅呀？打狗就唔出門。好，這個一看，為什麼要打狗？你會覺得這個是什麼意思？好，那原來它的意思是什麼呢？好，就是天氣惡劣，即使呢你用棒子去打狗，狗兒呢也賴在家裡不逃出門外。好，那一個客家例係打狗就唔出門嘅天時。用會弄電來